今日係我哋呢個年初一上集嘅發佈會嘅，咁呢本上集就係90後社會記實啦，咁就係作者咁樣，咁就記錄翻呢個年初一嘅旺角衝突嘅事件，用一個另外啲嘅角度咧，有別於主流傳媒嘅角度出發，咁啊去記錄呢件事咁樣嘅，咁啊。今日就有兩位嘉賓啦，咁就係樹仁大學學生會會長楊日朗啊 Joey 係啦，咁就另外一位嘉賓就係科技大學學生會嘅外務副會長 Andy 係啦，咁係啦，咁就呢本上集仲有一位就係我身邊呢位就係上集嘅其中一位作者阿 Daniel 咁樣係啦，咁就由阿 Daniel 開始介紹下呢本上集先啦，不如。Hello 大家好，再一次歡迎咁多位嚟到今次嘅呢一個新書發佈會啦。亦都再次抱歉呢個因為啲問題，所以就遲咗開始嘅。我就好簡單咁樣介紹啦。我就叫 Daniel 嘅。我就係同一個朋友 run 緊一個叫做90後社會記實嘅一個專頁啦，同埋一個網頁嘅。我喺90後嗰個筆名係叫文浩嘅，呢個亦都係我做網台主持嘅名。另外一個朋友就係 Casa 凱撒，今次呢本書呢，就係我哋兩位一齊出嘅，而其實更加多嘅功勞係屬於 Casa 嘅，即係雖然當晚我哋兩個都有喺魚蛋革命，即係我哋要叫革命或者魚蛋騷亂嘅現場拍攝，但係今次呢本書主要係佢嘅 idea， 即係個設計同埋排版都係佢做嘅，我就淨係提供咗一部分嘅相嘅，就非常之唔得閒啦。佢今日就因為生病，於是乎就嚟唔到，我就代替佢同大家講解一下呢一本書。呢本書好簡單嘅，就係一本相集。睇封面呢，就係一個魚蛋，就係話俾你聽呢件事嘅發生就係有喺旺角嘅小販擺賣嗰度開始嘅。而本書結尾呢，你會見到係一個地鐵站落一閘嘅通道，就係話成件事通宵完咗之後，我哋見到朝頭早呢嗰晚嘅旺角嘅站係封咗嘅，就係警察係驚住有人會嚟呢度聲援，於是乎就封咗個地鐵站。就頁面魚蛋開始，頁底就係一個地鐵站落一閘嘅相，到中頁。而喺入邊就係有凌晨2月9號凌晨嘅，我哋一開始有 mark 時間嘅，就係大概10點15分左右，就係由喺旺角。嗰陣時一開始只係一個小販，因為嗰陣時每年嘅年初過年嗰陣時，小販都係通常會喺3日係會街頭小販擺賣。其實每年嘅新年都係咁嘅，但係就好奇怪，我哋今年呢，就係警察係採取一個好唔恰當嘅武力，連同食環同埋警察咁樣去對付一個或者係去處理一個街頭小販擺賣、過新年擺賣嘅情況。因為呢個導火線先至係會引申出往後嘅事嘅。呢本書我哋就係希望可以俾大家知道當年係發生咩事啦。個重點其實只有兩個嘅啫，就係呢件事嘅原因係點解係會發生呢？重點係只有兩個，第一就係我認為或者我現場見到嘅警察用一個不恰當嘅方式，好唔合理、好不合尋常咁樣去處理一件街頭小販擺賣嘅事，於是乎引致嗰陣時仲係參加區選嘅本土民主前線嘅成員，佢哋去保護嗰啲小販繼續擺賣。而當警察出更加多嘅部隊，佢哋扯黃旗，佢哋噴胡椒噴霧，同佢哋衝突之後散咗之後呢，第二個觸發點就係有交通警察向天開槍，然後做支槍仲指住市民。係因為呢兩點，所以先會激起後嚟嘅嗰一個騷亂。後嚟個騷亂就嗰個。我諗大家都清楚發生咩事啦，就係一個大規模嘅警民衝突啦，有磚頭橫飛，有人放火，有人燒垃圾，然後一直擾攘去到係，即係雖然有出賣，有除咗正規嘅紀律部隊，亦都有速龍隊到場之外，但係依然都係未能成功驅散人群，一直去到擾攘咁樣，去到一直喺旺角深夜喺橫街窄巷嗰度咁樣衝突擾攘，然後就去到朝頭早就散咗。所以我哋會係，或者我係會將佢定義為一個大規模嘅警民衝突啦。呢個亦都係我哋相裏邊
最想俾人哋大家見到係咩事嘅。咁我諗好多人執起本相簿會發覺點解啲相會咁黑嘅？點解啲相係會咁朦嘅？咁呢樣嘢咧就係、其實你話佢係咪記實咧？你可以話佢係一半，而另外一半就係有滲雜咗攝影師嘅心情，即係佢編輯呢張相嘅心情，佢將佢整到好朦嘅，將佢整到好黑咧，就係、想營造一個真實感之餘咧，亦都係代表咗佢嘅心情，就係話呢件事係好灰暗、好黑暗，亦都係好傷嘅。咁其實仲有一個 hidden agenda 嘅，就係我哋整暗啲佢咧，咁入邊啲人咧，你又見到個樣嘅，咁所以大家係可以喺見到一個。即係雖然話技術咧，但係我哋冇影一啲大頭相，冇話 zoom 到好近影住啲人大頭，但係我哋比較係會離遠一啲嘅，咁大家會見到啲人肉啊，但係夠黑啦，亦都認唔到佢哋個樣啦，同時亦都可以 figure 到當晚究竟發生咩事嘅。咁但係成件事當然係對於好多人嚟講係一個悲劇，因為佢哋有好多人仲受緊政治清算啦，仲有好多人俾人拋緊，仲有好多人被捕，仲有好多人係等候緊。於是乎呢個就係我哋最後咩結尾啦，就係、所有嘅記憶都係潮濕嘅。所謂潮濕嘅意思係指佢係混合咗淚水啦、汗水啦、血淚啦咁樣樣。咁呢度就係我大概想同大家講咁多，多謝。係，唔該晒 Daniel，係啦。咁頭先我其實記得介紹我自己嘅，咁我係月光抗爭支援嘅召集人阿 Mi 啦咁樣樣。咁頭先 Daniel 講咗關於唔少係呢個相集嘅一啲故事啦，即係佢想記錄啲乜嘢，想表達啲乜嘢啦。咁其實更加重要嘅就係到最尾都講，即係呢件事係混雜咗好多汗水啊、血淚喺入邊啦。咁我哋做呢個抗爭支援嘅，我哋都接咗好多要依家面臨呢個政治檢控，因為呢一單事件嘅一啲個案啦咁樣樣。咁Daniel 係講得冇錯嘅。咁依家好多人咧，大部分都要轉去區域法院或者高等法院係進行審訊咁樣樣。咁相信佢哋嘅即係如果一旦罪成，佢哋要面對嘅刑罰嘅年期咧，係香港我諗抗爭史上係最多、最重、最嚴重嘅一群嘅。咁所以就希望即係大家唔好忘記佢哋啦。咁亦都希望大家可以即係透過呢一本相集去認清楚呢一件事嘅歷史啦，咁樣樣，咁就唔好俾即係一啲被操控嘅主流傳媒啦，同埋呢個政府咧就掌握咗個話語權，然後就將呢件事抹黑咁樣嘅，係啦。咁今日我哋都會想即係嘉賓同我哋分享一啲嘢啦，即係關於呢本相集或者關於呢次事件嘅咁樣。咁首先就想嘉賓去分享一下，即係今次呢一個初一事件咁樣，其實你哋覺得有個點樣嘅歷史意義喺入邊咧？係啊，都可以開始先。大家好，咁我係樹仁大學學生會會長楊龍。首先多謝即係單位啦，製作單位啦，90後社會技術啦，同埋即係月光抗爭支援咧，可以一齊咧去即係搞今次嘅發佈會啦，而且係即係精心咁去出咗呢一本即係史實嘅書。因為對於抗爭者嚟講，對於初一當晚嘅參與者嚟講，其實呢一本書係好大嘅肯定嚟嘅。即係至少係呢個事件並唔係一日或者並唔係傳媒或者坊間好多嘅人所批評嘅一件醜事，而係香港嘅抗爭史上咧係一個好大嘅躍進啦。咁而且就係話主流媒體嚟講咧，其實好多嘅鏡頭啊或者係説法咧都係好多嘅偏頗啦。佢哋嘅鏡頭嚟嚟去去，可能再回顧翻當日嘅事件咧，都係只係限於一啲示威者掟磚啊，同埋例如話襲擊圍住一啲交通警察咁樣啦。咁但係咧，偏偏係交通警察去開槍呢啲嘅畫面，甚至乎再早啲成件事嘅起因，即係小販擺檔，警方嘅不合理嘅一啲處理手法啦，衝入人群啊，去擺入一啲叫佢哋個座啦，嗰個大嘅架啦咁樣。咁呢啲係一啲叫激起民憤，去打亂咗一個過年嘅喜慶時候嘅氣氛，咁先係驅使到成件事警民嗰個關係突然之間惡劣。
令到嗰一晚嘅事情出現。咁所以我就話呢本書嘅重要價值就係在於佢肯定翻嗰個歷史嘅意義啦，並且嗰個成因。因為好多嘅主流媒體你係唔會再揾得翻究竟成件事係點解會發生出嚟，並且亦都大家會將個矛頭係指向係一啲掉磚嘅示威者或者係暴民，但係咧偏偏係忽略咗咧，即係警方當晚嘅一啲不恰當嘅處理手法嘅。咁另外就係話嗰個歷史意義嚟講咧，其實例如話今年就即係今日9月啦，已經9月尾啦，咁都大家都會諗翻起即係2年前嘅雨傘革命啦，咁926、928等等嘅事件。咁其實呢啲可能大家都會香港人都會成日都會即係提起雨傘革命，但係偏偏就可能冇乜人去討論翻初一嘅事件咁樣。咁其實呢啲我哋都要去記住，因為呢啲就係我哋屬於香港民族嘅一個歷史嘅日子。好多時候我哋以前即係我自己個人就讀歷史啦，咁好多嘅香港人讀嘅中國歷史就會講話邊一日係俾日本仔侵華啊等等，咁但係偏偏係香港嘅日子咧係冇乜人去記住嘅，例如香港嘅長安日啊，或者例如近年我哋雨傘革命嘅日子啊，甚至乎其實我哋初一2月嘅8號啦、2月9號啦，其實都係需要我哋去記住嘅。因為咧，雖然現時我哋香港民族未贏啦，未係重光再次重光嘅時刻啦，未係擺脱到中國嘅殖民啦，咁但係即係雖然所謂嘅成王敗寇，但係呢啲嘅事我哋都不能夠再被遺忘，亦都唔可以即係不容咧係被輕蔑、被詆毀嘅。所以所以我今日咧好想即係講下即係我哋去認清記住呢啲慘痛，但係又亦都係好令人鼓舞嘅歷史事件，對於我哋將來嘅一啲意義啦，或者啟示啦。可以話今日咧依然嗰一日嘅影響咧，到今日都係未完嘅，因為好多嘅濫捕仍然未停，接近100人都俾人拉咗啦。咁亦都有好多嘅被捕者咧都成功踢保啊，或者係被撤控啦。咁但係傳媒亦都唔好少去討論呢樣嘢，而坊間嘅人亦都唔會討論即係政權點樣去濫捕香港人啦咁樣。但係其實呢啲嘅濫捕咧，或者係當中所受嘅可能好高刑責嘅後果咧，並唔能夠阻嚇到咧我哋香港人想去改變香港，想去搶翻我哋應得嘅嗰個香港嘅生活。今日嚟講，可以睇翻初一，其實當晚係好鼓舞嘅，對於我哋嘅成日抗爭模式係好大嘅躍進。我哋成日都講緊要勇武抗爭，但係會成日俾人嘲笑係偽勇武啊，或者做唔到得把口喎咁樣。而初一就完全突破咗香港人嗰個嘅抗爭嘅所謂想像啦，就係咁但係換嚟嘅係冇錯，當晚係好強嘅還擊，但係換嚟嘅今日我哋好多人都被捕啦，亦都叫做換嚟嘅全面打壓，就係好高風險，例如話不停去騷擾被捕嘅人士啦，不斷咁樣去恐嚇啊，或者係好多人會指罵我哋啊，亦都嚟話講緊香港嘅前景都越嚟越渺茫啦，好似似乎你喺香港搞社會運動、搞抗爭都越嚟越高風險喎，睇嚟都門檻都比較高啦，你要露面都冇可能啦咁樣。而例如話講緊港獨嘅議題啊，中學都俾人即係針對啦咁樣。依家我哋香港係節節可以話前景暗淡，亦都係好似輸緊咁，俾港共嘅政權不停咁樣打壓我哋。例如話最近嘅議會啊，雖然冇錯，我哋有本土派嘅人士入咗去，有鄭松泰，有清正，咁但係我哋當然要拭目以待，佢哋會唔會可以引發到議會抗爭啦？但係我哋睇到嘅係
呢次嘅選舉，例如話被取消選舉資格啊，例如話講緊保皇派依然係大勝啦，又有種票啊等等嘅好醜陋嘅事件出現啦。其實我哋香港已經走入嗰個黑暗嘅時代，已經係嗰個政權呢個暴政已經係赤裸裸咁樣去不停去搞緊我哋，佢哋已經唔需要講緊話篩選呢樣嘢係白色恐怖，因為佢哋正正就係做緊篩選呢樣嘢，去踢走一啲政見不合嘅人選。所以其實我自己觀察啦，初一之後其實係少咗好多街頭抗爭，係大家都風平浪靜咗好多，亦都好多人會將個焦點擺翻喺選舉上，會期望可能攞到議席啊，去攞到話語權啊，亦都覺得有本土派入到去喎，咪得咯咁樣。咁但係偏偏我哋亦都要做足個準備，我哋要做翻準備就係話，議會內佢哋做嘅工作就正正係可以透過一啲議題去牽發大型嘅群眾運動，我哋議會外就要做足個準備。所以我哋抗爭嘅模式，初一嗰次嘅模式我哋可以參考，但我哋亦都要去即係反省翻個歷史嘅學習啦。我哋要更加聰明，我哋要更加有智慧咁去贏呢一個政權，要結連翻我哋群眾，由思想上啦、心理上啦，心理上嚟話講緊一啲被捕嘅風險，或者係我哋敢唔敢去面對呢啲刑責呢？我哋連體格都要係準備。咁我相信我哋今日去重視翻初一，或者係屬於我哋香港民族嘅歷史事件嘅時候，我哋對於展望將來呢係有好深嘅意義。係，多謝你。喂，大家好，我係科大學生會嘅 Andy 啦。咁首先就唔好意思大家，就係因為啲交通問題就即係遲咗好多度啦。咁即係阻住大家嘅時間，就真係唔好意思嘅。咁其實一開始咧，我就即係其實好認同即係阿 Jo 講，即係其實呢一本即係90後社會記實出嘅年初一記事啦。咁其實係一個即係用一個抗爭者嘅角度去記錄翻初一嘅成件事，而唔係可能一啲傳媒一啲偏頗嘅立場，或者係一啲維穩嘅立場，而係等一啲香港嘅市民去真正咁樣認識初一其實係發生咩事，背後係咩原因。咁其實係非常之值得去做嘅。咁係咯，咁就算初一嘅歷史意義，其實我認為係有3樣嘅。咁第一就係咁，其實初一事件其實好明顯就反映到香港政府對於香港市民嘅自由度其實係好大程度咁樣縮窄咗嘅。咁即係其實想問即係大家可能諗翻，其實前年嘅初一發生過咩事？其實大家都唔知。咁但係點解大家對舊年嘅初一嘅事件會印象咁深刻呢？咁其實就係因為呢個香港政府對於初一可能就係小販擺賣喺街頭擺賣呢啲咁少嘅事，即係以前可能都係一啲會包容啊，或者係即係暗地裏去唔反對嘅事。咁其實去到舊年竟然係因為呢啲咁嘅小事而食環署係好嚴厲咁樣打佢哋啊，又唔俾佢哋做生意咁樣啦。咁而後尾引發到嘅警民衝突，亦都係顯示到香港政府或者係警方其實對於香港嘅市民係有進一步嘅打壓，同埋佢嘅包容度係更加下降咗。咁包括佢哋可能係去到一啲去到一啲時刻可能會開槍啊，亦都可能會衝入人群去打一啲市民咁樣嘅。咁其實即係睇到，即係呢個係香港政府或者係警方對抗爭者同埋即係香港市民嘅一啲挑戰嚟嘅。咁呢個係第一方面啦。咁第二方面就可以見到抗爭者喺抗爭嘅時候嘅手法上係有啲改變，或者係話進步嘅。咁可以睇到即係其實雨傘革命之前啊，其實係冇一啲可能係一啲或者係用武嘅或者係暴力嘅
嘅衝突啦，即係警民直接嘅衝突。咁就算雨傘革命嘅時候，其實都係比較被動嘅，即係譬如話可能係揾一啲遮去抵擋胡椒噴霧啊，或者係抵擋警方嘅衝擊。咁好大部分嘅時間都係咁樣啦。咁而去到初一嘅時候咧，咁其實去到後期，市民已經自發咁樣去諗到一啲對付警方嘅方法啦，即係包括掟磚啊，或者係甚至係衝到去警察面前，可能就係即係用一啲人數嘅優勢去對付一啲警察咁樣啦。咁其實睇到呢個係一個即係由被動轉到去主動嘅一個進步嚟嘅。咁尤其是對付一啲警方嘅暴力嘅時候，咁更加需要係以武抗暴嘅。咁呢個時候係見到市民係已經準備好一啲主動嘅抗爭。咁對於以後嘅一啲抗爭一啲抗爭嘅或者係一啲行動嘅時候，咁其實係一個好大嘅參考價值嘅。因為喺之前其實係冇一啲以武抗暴嘅事件啦，尤其即係我講緊喺香港啦。咁所以如果係即係初一發展之後，其實係有一個好大嘅參考，即係包括點樣去對付警方啊，或者係面對警方嘅時候，其實應該點樣去處理啊，或者係警方要提升武力嘅時候，咁其實大家都一個應變嘅措施。咁甚至最近其實都有一啲抗爭者係上到法庭。咁其實對於抗爭者嚟講都係一個好嘅參考，就係到底佢哋咁樣以武抗暴係會有一個點樣嘅後果咧？咁其實係一個好嘅參考，去等抗爭者一個心理去準備，去睇下自己係準備好未啊，或者係平時嘅時候都可以準備一下點樣去對付呢啲警方咁樣啦。咁第三樣就係講緊其實初一係一個機會令到本土派喺呢個社會上係令到更加多人去認識嘅。咁尤其是當時其實候選嘅梁天琦啦，咁其實佢係即係好多人係透過呢個初一嘅事件去認識佢嘅。咁甚至後期其他嘅本土派啦，即係佢哋都係對一啲對於年初一係有啲比較激烈啲嘅立場。咁其實好多市民都係透過呢個事件去認識佢。即係首先唔好講支唔支持先，咁但係首先本土派或者係佢哋嘅理念係喺初一之後係慢慢去等大家去接受啊、認識啊咁樣嘅。咁所以我認為初一嘅事件係有呢3個歷史嘅意義，係對後人係有好大嘅參考嘅價值。係咁即係頭先多謝Jo同埋 Andy 嘅，即係都講咗唔少關於即係初一事件嘅一啲歷史意義啦。咁頭先留意到Jo 就講話即係依家其實喺唔同範圍香港嘅自由咧都係被收窄嘅，特別係頭先Jo提到就話依家中學嘅一啲本土關注組咧，其實都受到唔少嘅打壓啦咁樣樣。咁今日我哋其實呢度就係港大嘅場地啦咁樣樣。咁咧其實喺今年港大嘅開學禮嗰度啦，咁咧連佢哋嘅校長馬斐森咧都特別提出一啲即係政治意見嘅發表啦，就係話港獨係不切實際咁樣樣。咁以往我哋都好少見到喺中學、大學都有咁樣樣嘅限制同埋打壓嘅咁樣，而且呢啲打壓都係發生喺初一事件之後。咁亦都頭先兩位嘉賓都提到啦，咁即係除咗學校嘅自由啦、言論自由啦，或者對於政治嘅一啲發表嘅即係都有受到好大嘅限制啦開始。咁另外啦就係選舉啦。選舉依家我哋有6個候選人係被取消資格啦咁樣樣。咁其實喺初一事件之後咧，無論喺言論自由啦、學界嘅自由啦，同埋呢個選舉嗰方面嘅自由啦，其實都越嚟越被打壓、收窄得好緊要嘅。咁其實如果從呢一個角度去睇嘅話咧，更加激烈嘅抗爭，好似初一事件或者比初一事件更加激烈抗爭，係咪無可避免咧？喺將來？所以我自己剛才所講咧，就係話我哋唔能夠
夠再將個焦點咧再局限於喺議會上，或者係憑一紙嘅選票咧去發揮我哋公民嘅力量，而係我哋要睇翻究竟我哋每一個公民啦，或者每一個香港人啦，可以發揮咩嘅一啲作用咧，去推動翻我哋香港前途嘅發展，或者係保翻住我哋香港嘅命途啊！咁你話嚟緊，我相信好有趣嘅一個共通點就係無論係雨傘革命啦，或者係初一事件啦，其實每次激起好大反彈啊，或者好大反抗咧，都係因為政權嘅一啲叫高壓嘅打壓啦。由例如926啊，佢哋要圍堵清場啊，928嘅催淚彈啊，到例如話初一嘅，佢哋要強行咁去驅趕一啲叫支持小販擺檔嘅香港人啊。咁其實依照呢一個脈絡去睇咧，其實今日香港嘅一啲或者港共政權嘅一啲打壓咧，同埋去剝奪我哋香港人嘅人權自由咧，都係好多，特別係不斷係收窄緊，亦都係叫做完全係排拒否定晒我哋可以參與裏邊嘅機會，而參選就都可以講話係本土派嘅參選，正正係諗住透過一個和平嘅演變啦，或者係和平嘅方法啦，去改變啦。但係偏偏港共政權就連一個公平競爭，俾例如話一個香港人嘅民意嘅比拼都唔肯，而係要粗暴咁樣褫奪嗰個參選權嘅。咁大家睇到就係話，原來和平嘅方法係不被接受嘅。咁相信我自己相信嚟緊嘅日子咧，例如我都鼓勵大家要思想啦、心理啦，而包括我哋嘅體格啦，都要有充足嘅準備。嚟緊會將有更加激烈、更加大型嘅一啲社會運動。咁當然我會話緊就係話，每一個香港人，每一個香港民族啦，好想依然心繫緊我哋香港，亦都好關切我哋香港嘅存亡嘅話咧，每一個人都會係想出一分力嘅，咁亦都唔可能每一個人要走上前線啊，而係我想係呼籲大家都係諗翻自己個身位啊，自己可以發揮啲咩作用啊、分工啊。就正如好似在座嘅每一位啦，我哋例如話學生嘅，就喺學生會嘅層面啊，去做領袖啦，去解説俾我哋嘅學生聽啊，亦都係叫做喺我自己嘅院校裏邊捍衞我哋嘅學術自由啊，言論自由啊。例如話你哋就係去將一啲真相咧係揭露翻出嚟，係叫做至少係對抗一啲叫主流媒體嘅一啲壟斷啦。而我哋亦都要開始諗啊，除咗呢啲事之餘，我哋又會唔會可以喺街頭抗爭上可以有一啲叫發揮嘅作用咧？未必要去到例如話拎起磚頭咯，但係我哋可能叫做支援上啊、後勤啊、或者資訊上嘅傳播啊，都可以出一分力。但係切記就唔好利用咗自己嘅一啲話語權咧，或者一啲叫地位咧去割席啦、譴責示威者啦。因為呢一個即係我寧願你唔出聲，或者叫你唔好譴責去攻擊我哋啦。係咁，我相信嚟緊嘅發展會係咁樣。Andy 你點講？喂，咁其實真係好明顯就睇得到，其實初一之後嘅言論自由係收窄咗啦。身為一個學生或者係一個香港人啊，其實都應該好好咁樣出嚟，盡力咁樣捍衞我哋嘅言論自由。即係譬如話學生嘅，咁其實可以多啲同學校溝通，睇下可唔可以即係等佢哋知道言論自由嘅重要性咁樣啦。咁所以前提係首先就係要做好嘗試去捍衞我哋嘅言論自由先啦。咁另外係睇到一個現象就係、譬如話呢個立法會候選人一連串嘅被取消資格嘅事件啦。咁其實
係有一個好大嘅爆發位去製造啲民怨透過呢啲民怨去造成一啲衝突嘅咁。但係嗰陣時係冇咁樣做到啦，反而係搞咗一個所謂和理非嘅集會啦。咁其實係睇得到，因為即係警方或者香港政府對香港市民嘅一啲自由嘅收窄啦。咁所以其實係去到一啲時候係冇搞到抗爭嘅。咁譬如話當時中聯辦係喺7·1嘅時候有個集會嘅，咁嗰陣時係部署咗大量嘅警察啦，咁所以係令到個集會係冇辦法進行嘅。咁可以睇得出就係可能一啲本土派嘅政黨啦或者人士啦，就見到其實即係舉辦一啲集會嘅自由已經俾香港政府收窄咗嘅時候，咁不如去嘗試去搞一啲和理非嘅集會，或者一啲討論形式嘅集會，令到更加多人認同佢哋去集結到更加嘅力量，咁然之後先去做一啲抗爭，而嗰個抗爭係要達到一個一定嘅政治目的，或者一定達到一啲目標，有一定嘅把握先去做到。咁我認為呢個係未來，我諗未來係呢個趨勢啦。咁至於更加激烈嘅抗爭會唔會出現？咁我認為呢個係呢個其實好大程度係在乎呢個警方嘅執行嘅方法嘅。咁可以睇到就係警方其實喺初一嘅事件已經好大規模咁樣提升咗佢哋嘅武力啦。咁而抗爭者亦都有一個覺悟，就係佢哋要以武抗暴，佢哋要同警方同一時間去升級嘅。咁我諗未來嘅抗爭，如果警方都係持續呢個方向嘅話，咁其實抗爭者好大程度上都會去升級佢哋嘅武力咯。咁我認為即係其實呢個時候係我哋養精蓄銳嘅時候啦。一嚟係要令到更加多嘅香港市民支持我哋啦，更加多嘅人願意走出嚟抗爭啦。咁第二就係喺抗爭嘅時候，我哋要做好嘅心理準備咯。咁所以我認為喺香港政府如果繼續佢哋咁樣嘅方法去打擊市民嘅話，咁我認為更加激烈嘅抗爭係會出現到喺未來，而呢啲抗爭係會達到一定嘅政治目的先會出現。咁啊 Danny 回應一下頭先兩位嘉賓嘅一啲意見啦，咁樣。係，咁我到最後尾我就想嚟個總結啦。咁我就用翻阿 Jo 嘅一句啦。阿 Jo 話我哋要對抗呢一個極權嘅政府，我唔會稱之為香港政府，我會稱佢為港共政權。因為我哋而家仲係一個殖民地，我哋仲係俾人殖民緊嚟嘅。即係香港喺97之前就係英國嘅殖民地，喺97之後呢20年就係中國嘅殖民地。咁我哋依然未能夠掌握到自己個命運嘅。喺之前嗰個前途談判嗰度未掌握到，而嚟緊我哋又會面對第二個前途問題2047。咁樣，而我哋好不幸地，我哋面對緊嘅呢一個港共政權係一個暴政，係一個殘暴不仁嘅政權。咁如何對抗呢一個政權呢？我覺得最簡單嘅就係用真實啦，大家唔好遺忘啦。咁於是乎我哋先至係會出一本嘅相集。咁我發現到咧，雖然網上邊有好多圖片、好多文字，但係同你實際上係有一本書，可以擺上嚟睇，可以擺手度貼咧，嗰個質量咧係唔同嘅。咁其實呢一本書亦都係我同阿 Casa 嘅最大嘅心願，就係希望大家記住呢一件事啦，唔好忘記當你部分參與嘅人，咁唔好忘記到而家依然仲係受緊政治迫害嘅人。咁就雖然因為如此，我哋冇辦法將佢嘅樣好清楚咁樣印出嚟，你會見到入邊好多都只不過係一堆人啦，即係喺有知名度嘅有唔少，而冇知名度嘅亦都係有更加多嘅。咁就希望大家係可以牢牢記住當日發生嘅事啦。咁而可能希望到將來嘅時候，可以當日嘅情況可以更加清楚，即係當我哋能夠用以恐懼嚟自由嗰陣時，當日參與過呢件事嘅人同埋事可以更加清楚，不論相啦、文字啦，都可以咁樣出翻嚟。咁呢個就係我哋香港人本身嘅歷史嚟嘅。
咁呢個歷史不論係好定係壞，都係一份共同記憶。咁而一個共同記憶連繫埋一齊嘅話，就係一個命運共同體。係咁啊！再次多謝大家能夠抽空參與今次嘅發佈會，多謝晒。多兩句啦，就係、今次初一事件之後咧，第一時間企喺抗爭者嗰一邊嘅係香港咁多間大學嘅學生會，咁所以今日點解係請即係學生會嘅代表嚟做嘉賓咧？咁就係因為呢個原因，而且正如頭先佢哋所講，我喺我哋嘅抗爭路上面好需要佢哋以學生會嘅崗位係去支援一個香港嘅前途上面嘅抗爭咁樣，咁就希望大家可以即係多啲支持學生會啦，即係佢哋一路以嚟對香港本土抗爭嘅貢獻啦，亦都要支持90後社會記實，佢哋一路以嚟即係拍攝咗咁多嘅真相去記錄呢個歷史咁樣，咁我希望大家真係可以睇到呢條片嘅即係睇到呢個發佈會嘅觀眾啦，可以即係買本去支持下，即係呢個年初一記事嘅上集啦，係啦，咁就亦都可以多啲去關注90後社會記實嘅 page 啦，同埋 YouTube 跟啲唔同嘅 page 嘅咁樣，係啦，咁今日係咁就係啦，咁啊好係啦，好多謝大家即係一路即係有觀眾今日有嚟啦，咁樣亦都多謝佢哋，咁亦都希望大家可以睇完條片之後多啲 share 啦，咁樣係啦，咁就好多謝大家。再補充翻少少，冇錯，呢本書就係我哋新註冊嘅公司 UNO 跟啲問題出版嘅。咁 UNO 跟有啲咩歷史意義咧？大家亦都可以深思嘅。多謝晒。會唔會打個書讀版先啊？而家同開益傾緊，希望開益可以上，咁亦都揾到一啲地方可以上架。係你去嗰個公司註冊處係查到嘅 UNO 跟啲冇錯，啱啱係7月14號註冊成功。多謝晒。呢啲主流傳媒，唔係主流書架書店啦咁樣，係咪都好似好難上到架呢一個？即係講起頭先，即係觀眾有問到發布嘅問題，即係主流書局係咪都好難上架？即係呢本上集。我哋會避免咗3足書店先啦，咁然後再睇下序言啊、樂文啊、開益啊，同埋啲小店咁，同埋我哋係有一個 PayPal 系統嘅，咁我哋係落咗單之後，我哋係會郵寄去唔同嘅客人嗰度，其實都好方便嘅。係。咁就好，咁就觀眾睇下有冇其他嘢想問。OK， 咁就今日好多謝即係科大學生會嘅副會長 Andy 啦，同埋樹仁大學學生會長阿 Jo Yang 咁樣嘅。咁今日我哋發佈會就到呢一度。